走，不要走，陪我。李欢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你陪陪我，我知道你不会抛弃我，不会扔下我不管的。芳芳，不要走。 小芳，喝水。谢谢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走吧。你一个人在家小心点啊。知道了。好。你开车要小心一点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快回去吧。早点回来。拜拜。 芳芳，啊，等一下啊，李欢。昨晚是你送回来的啊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干嘛这么客气啊？啊，对了，你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好。不错。喜欢就好。昨天晚上你喝多了，酒吧老板找你手机，说就冯冯一个号，所以打过去以后，他说他有事儿，就让我过来接你回家。这样啊。李欢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问吧。你为什么手机里就冯冯一个人的号啊？我老记不住他的号码，所以就存到手机里了。你这个理由也太蹩脚了吧？现在小峰和叶家很相爱，但是你说他们叶氏家族会答应这门婚事吗？叶家喜欢冯峰，喜欢冯峰，他不会被他父母左右的。像他们这种豪门子弟啊，我就觉得没有一个靠谱的。这个叶家还真是算个稀有动物了。而且小峰跟我说他过一阵儿写完那本小说，就和叶家结婚。他们要结婚了啊，其实算一算时间也挺快的，我该给他们准备一份礼物。家里有人吗？
开一下门，我们是警察。有人没有？开一下门。你就是李欢吧？你涉嫌一桩重大经济案件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协助调查。李欢，你能谈谈你的心路历程吗？叶先生啊，刚才我看了电视，这李欢被抓，你是怎么看的？当局查出了他近2年所有的活动记录，掌握了他所有的行踪。奇怪的是，查不到他2年之前的任何记录。这李欢不是说过他是个孤儿吗？小时候还吃了不少苦呢。孤儿？李欢的思维特别敏捷，知识异常渊博。除了上次打架，再也找不到任何不良记录。你还会认为他只是一个孤儿吗？芬妮来了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李欢为什么被抓呀？警方说他涉嫌经济案件。叶波，你赶紧救救李欢，他出事儿了。我一听我大哥出事了，我急的是满嘴冒泡。怎么回事啊？是因为炒股的事儿。炒股怎么可能被抓呀？又不违法。我大哥炒股赚翻了，他入股的时候还不到100万块钱，这不到1年的时间赚了9位数，有关部门能不注意吗？我听说李欢当时买了500多次的股票和期货，而且每股全都是涨。人家警方觉得根本就不可能简单的靠运气来解释这件事，肯定是内部消息，肯定里边有事儿啊。李欢在这世上能认识多少人啊？怎么可能有内部消息呢？这正是警方担心的问题啊！他们发现他所有的身份和背景全都是伪造的。那个身份背景是伪造的，反正身份证是我伪造的，不过他什么身份背景我也不清楚啊。1000多年前的人肯定没什么身份背景啊！什么什么1000年前啊？哎呀，这个贱男人，你说他赚那么多钱干嘛呀？哎呀，你们别看我呀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来了！芬妮小姐，你和股神李欢什么关系啊？芬妮小姐，你和股神怎么认识的？不好意思，你不是曾经和他成双入对，出入各大场合吗？怎么会不认识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什么李欢。芬妮小姐，我跟他没有什么私交。你对股神李欢被捕有什么感想？抱歉，这些我无法评价，谢谢。这不是叶家4少爷吗？叶波不是和芬妮分手了吗？难道是假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走开！芬妮，你左边是高富帅叶波，右边是股神李欢，请问你最后会选择哪一个呢？那个，我个人情感问题暂时放到一边，我希望大家能关注我的事业，谢谢，谢谢。芬妮小姐还要去拍广告呢，大家让一让。来，让一让。芬妮小姐，让一让。芬妮小姐等一下，芬妮小姐回答一下吧。先别走啊，芬妮小姐。对不起，大家让一让。不好意思，别拍了啊！哎，怎么走了呀？哎，等等！小凤，刚刚我跟记者那样回答，你不会看不起我吧？芬妮，你想的太多了，我理解你。你刚刚复出，那些记者就喜欢捕风捉影，你要被他们抓到把柄，前途就毁了。而且就算你说了什么，对李欢也是没有帮助啊，何苦白白牺牲呢？小凤，谢谢你能理解我，真的。哎呀，李欢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看样子全世界的记者都要出动了。听说他被关在一个宾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难为他，不知道怎么才能见他一面。哎，凤凤，要不然你以家属的身份去，看能不能见到李欢呢？一般人被关押都是要通知家属的，可他已经出事半个月了，也没有人来通知我，我肯定不能以家属的身份去啊。也是，说不定他们已经认为
李欢没有家属了。李欢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他就是不想连累别人。不行，我得给他请个律师。冯小姐，这边。哦，牛组长，李欢会有事吗？李欢还没有定罪，把李欢带出来。好。他这个案子啊，还到不了定罪那个地步。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啊，那你们先聊。李欢，你怎么样了？芳芳，每次落难的时候，都是你来看我。谢谢你。你别太担心，我和芬妮、叶波已经替你找好了律师。你要相信我，我是无罪的。我相信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李欢。你没受欺负吧？有没有受苦啊？我受苦？我每天在这里过得可好了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环境也好，每天过得跟皇帝似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那么调皮？你当时来度假的呀？我又没定罪判刑，根本就不算坐牢。再说了，我跟他们说啊，我亲自给他们操盘，验证我股神的奇迹。结果怎么样啊？结果，哟，这不是叶博士吗？怎么有时间找我喝咖啡啊？你少在这挖苦我，我来找你是有事情的。我没听错吧？叶博士找我有事儿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给李欢找了一个律师？你把人家媳妇儿抢了，还想把人家送进去啊？叶波，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。我来这不是跟你吵架的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看看李欢这个事情，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？哼！哎呀，我说今儿刮的这是什么风啊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你关心起你的情敌了？我大哥最近真挺背的，看你能怎么帮他了？他们给我准备了一台电脑，我就选了20多只股票，个个看涨，所以结果可想而知。被他们传的说这里关押着一个真正的股神。切，看你那样，到哪里都能混得开啊！我就不该关心你。不过有件事情我挺担心的啊。他们在调查我的身世。啊？调查我这个孤儿真的很不容易。一些老人死的死，离开的离开，谁会在意一个孤儿？如果他们不肯放你出来怎么办啊？听说取保候审需要押金，我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，钱取不出来。出租屋里不是还有200万的吗？应该够了吧？峰峰，我这次出来，可能就一文不名了。我下半辈子就得靠你养活了。做梦吧！你还是去当鸭吧。好啊，那我就为你当鸭，伺候你下半辈子。1000多岁的人了，身体也不知道行不行。峰峰，后天是我的生日，你一定要来看我。你还有生日呢？我为什么没有生日啊？每个人都有生日，我又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那你去年怎么没说过啊？去年的时候你根本不理我，我怎么说呀？我现在也没搭理你啊。那你不搭理我，你来看我干嘛呀？你那天想吃什么呀？
你真的要来看我呀？真的呀？哎呀，我想吃。我们以前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每天都去买豆浆油条，我就要吃豆浆油条。你记得12点之前一定要来看我。看我心情吗？你一定要来啊！你老太太呀，复读了一遍又一遍。你又没回答我一遍又一遍的。学坏了，会耍嘴皮子了。哎，峰峰，你一定要来看我，看心情。一定要来看我。哎呀，看心情。你一定要来看我，看心情。一定来看我。滚！你好。你好，请坐。啊。李欢的案子有胜诉的把握吗？本身这种事情呢，举证就很难。加上李欢没有任何复杂的社会关系，要获得非法内幕交易的举证就更难。除非调查组能够查出李欢非法集资、暗箱操作之类的具体行为。不过目前来看，李欢好像都没有这些嫌疑。那是当然了，杜律师，我大哥正人君子，不可能干那些非法的勾当。叶先生，还是需要进行取证才能够证明。李欢可不可以取保候审啊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到现在还没有查到他的任何不良记录。他们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个解释：李欢为什么对股票如此的精通？我大哥神人一个呀，他那脑子绝对是聪明绝顶。股票在他的眼里，那绝对是大学生算小学生的算术题。李欢就是一个草根，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大人物，何来谈内部交易啊？他绝对不可能违法乱纪的。哦，对了，李欢的身世很奇怪，你们对他的情况了解吗？我们对他现在的事儿比较了解，但是他的过去，我们不算太清楚。他的身份问题比非法交易内幕更让人起疑。到现在都没有查到他2年之前的交易记录，这恐怕会比股神这个身份更让人有兴趣啊。你说李欢不会被当成一个特工让人抓起来吧？你不是应该了解我大哥的过去吗？他不就是山村里的一个农民吗？有什么过去啊？哎，说的也是啊，现在农民工流动性那么大。就是啊。律师跟我大哥交谈，说我大哥的头脑异常聪明，条理异常清晰，这能没受过高等教育吗？李欢在学历上并没有造假。再说了，谁说农民就不能知识渊博呢？那享誉世界的袁隆平教授，成天还泡在稻田里呢，对吧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大哥那股市交易记录500多次了，都无一失手，这不论是牛市熊市都屹立不倒，这又怎么解释啊？运气好啊！峰峰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叶家还没回来呢。我今天是专程来见你的，欢，你究竟是个什么人？我跟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吗？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关系？他是我最重要的人，股神最重要的人。我累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
舍，情分决定在了前设，用痴心等待，何必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这。